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杂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暗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经变是紧冲，将颜色昏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条油啊伫面向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有爱有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大哥，哎，师傅，你要不的呀？只有因来啊，太搞你请唔动。哦，我水果站，我行过来嘅，很忝么？那个笨学士。大妈。头家啊，是的啦。妈，你讲啦，这代志跟你也无关系。阮阿苦巧巧啊，要有代志啦。啊，这样话，我先回去休困。头家啊，我一定等哦大小姐转来，我才要走啦。安尼我才会放心啦。啊，无你爱坐。免啦免啦，我只要等你转来就好啦吼。啊，你入去啦吼。你还叫旁边通无？会对的啦。什么？才说啦，很容易喏，他应该办钱。对哦。哎呦，我迄神法中演嘅调假娘呢，冇乜嘅啦。什么？哦。好，来。嗯。不会跳。我呀。唔会。用我喏。你这个去哪里啦？公妹，阿姐，转来倒，转来倒。哎，头家娘，啊大小姐吼，
平安转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啊，我先来走啦，吼。好啦好啦，歹势，今日互你真无闲，连讲我这关两关来甲你好好啉一。好啊好啊。头家娘啊，啊囡仔拢遮大汉啊，用讲的就好啦，吼。唔该跟你去。吴师傅，你讲过这番，你敢唔记得？哈？你讲，你每本脑考试苦，结果呢，你还没嫁过去，就捞你万钱。你讲过这番，敢真的？哈？すみません。是你妈生，是你妈生，有嘛用啊？好啦，唔是你去考哪考？来老孙爸讲。阿婆，辛苦啊，唔要转。师傅。老师拢爱讲，选来去盐仓。也无现金好用嘞。做生意欠强无钱，要咩多安尼？迄怪爱啊，摕上新量色曲的，因为我结婚前，我拿去卖屋的。叫钱无？所以佢起码用嘅，嗰副嘛。唔钱啊，但我付3期的，也抢做的了些天金，同个3期的钱啊，几落过亚关。无可能，也个市区，除非唔叫钱的，迄无唔叫嘅钱一针都拿唔转，木嘅咩唔迄尔嘅，你唔要安尼喏？唔敢有暗昂。做生意爱天时地利人和，确实有动到人老唔天数，不过见面无嘛家用。迄讲唔做的老娘眼光表演，唔好抢看到唔起价，唔就看得到天机。不过唔抢看到唔起价。唔要安尼啊，头家，全迄量色曲开的啊，还有拄到前面说，眼怎会变到安尼？街坊按多年做生意，抢迄尔前边说，合面嘅家事一年3遍，本样敢有威望听？唔好抢看到唔起价，唔趁金巴度，唔系输开炸嘅，唔主作唔灵，全系政府唔错，沙费唔错，便宜唔错，唔起价，咁全部唔错。那呢哦，咱介绍赵丁达呢，哦，来，留下，来我送你，哦，来。郭长啊，啊。陈八妹，用油喊落一了咯。系啦，我要同博主约好诶，想要买屋嘅。买屋？是吧？你做按落实啦？个比方做买啊，乜个事情冇嘅咩？也当咱买田、买地、买屋嘅，东西买抢嘅，也个总人地位下来。其实哦，也冇买东西好买嘅，纯要屋嘅。咩啊？快些啊，攞出来。冇啊。豆走，豆走。你有想要啉啥无？免啦，代志讲个清楚较重要啦。
阿志有早来无？可免那使。今仔约你出来是想要甲你参详看卖，看咱会使解约无？请你甲我头前纳迄3期的钱哦，还互我，像我无倒买厝啊。啥？无法度买啊？嘿啦，我即马需要真侪钱哦来周转，互你解是嘛事？莫甲我讲耍笑啦，吴头家，啊你生意咪做得真好。嘿啦，啊着资金的方面周转出一寡问题，所以才来拜托。我本来是讲后壁这几期要请你先付囡仔呢。啊你煞是甲我呛声，讲你歹买啊？好了，你们小家ございません。我即马真正需要这钱来救我的账户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甲钱还我，拜托。甲钱还你，迄是无可能啦！我会买卖厝，就是需要用钱。搁再讲，钱我已经卡伊啊，是要讨互你啦。咱这真是无爱买，你应该找人来买，才甲钱还我嘛。头家，才13期尔嘞，搁再讲，地契也无伫我这，那是归我管啦。白纸黑字写啊清清楚。搁再讲，内底嘛无替人这条我。即马真正立袂出来啊嘛，咱敢袂当参详一下？你答的钱，我是无法度退互你啊。我予你2个月的时间，你若毋是找人来买，就是付我钱。你想清楚以后，搁甲我联络。是啊，无咧啊，2个月，你先给我2个月嘛。免讲啦，照我讲的安尼做啦。歹势。别做坏了，还有银行呢。是啊。拜托干呐，你还买个4 Q， 因为会买不？来，坐下，坐定。韩国个人跳舞，你也了解强，还有亮子，哦，没毛啊。手弟卖唔出去咧啊，走来走嘛个啊。听到歌的唔做会快摕。很麻烦，冇3年嘅时间。你又冇说好做，做得冇限乜事。啊？乜事啊？你用做得先打开呢？演技唔好啊，来开夜风啊！米线选做唔得啦，来看啊，伊根本啊唔晓得做跳舞啦。唔讲会错，阮第一期是都无可能做会出体位。什么？唔上嘅讲法。阿姐，管亚洲嘅毛糯米，东北皮哦，拢来做嘅哦茶叶。唔信？我，你冇来做本看啊？给数字就给数字啊，刚好。1949年6月，台湾省政府宣布货币改制，正式发行新台币，明天4万 Q 台币换100元新台币。
行至上路，本台湾人日来过唔下去。当到苏杭要求台币嘅本地财主，伊也自见破产。不过，苏杭有黄金也系新台币嘅外省人，稍停停就行业起来。不但闹热嘅商店街被受到影响，对吴生发来讲，多么简单挣总来嘅钱，已经迫到无法度还债。招波招，每時候都有得換條錢大票啊！怎么样啊？我选到那一时啊，钱要紧选紧倒的。老人讲啦，无钱就会欠，欠酒就会吐，讲一步的就管你啦。面皮喷喷，日嘞就高得嘞，算来你咧讲来喏，迄个欠太价钱，害太价恁咧过唔下去的，拢做咧讲要拢发呢。错啦，按早咧讲太上巴嘅世界讲假叽叽的啦，无钱饭唔要走路啦。高先华出来了，出来海吉啊！叫大家出来！高先华死出来了！曾经的想要要摕点钱的嘛，当然乱闹。高先华，唔好用的，唔老记就叫走，因为爱人叫出去的，唔要抢来不衰木剑吗？目的了，他讲要从发红，生发赚钱有本事啊，还没有退出煮饭啊，你怎么会同人哋计较咁多？你讲起，做乜嘅老饲头拿来听我讲？我见迄老门口叫到叫走啦，对冇？不可能啦！你无拿金的出来，太价还要走的。拜托，唔要拿唔出金的，做乜嘅为大面日头，该合约付金的，无钱还叫歹睇。冇人讲发红哦。高先华出来了。向总兵也给三斤啦。老人讲，人家生命他用你惨，有天命公义。拜托，等下怎讲？本期要时间好冇？高先华出来了，讲不出来帮位小虎。喂，海吉啦！安总你是不是啊？是你啊！海吉啦！出来了！出来！生活欠钱是无行，我还阁住这好厝，即摆是安怎？无钱卖厝啦！你讲要卖啥个厝？
这是我蛮准备的啦。你是安怎？啊？谁知影你是啥物关系啊？你搁我斗3工藏起来，搁咧唱双簧，甲钱摕出来啦！对，钱出来。大概拢是恁两个咧乱啊！我甲你讲啊，内底毋是住无像我一个人尔啦，我甲我厝内底的人啊，住伫咧遮啦。你讲我袂摕物件试看卖啊？我用你死甲真歹看，你惊你的！好啊，上好莫惊啦吼！来啊，对我头壳啃落来啊！来啊！笑！你啃着老就叫我死嘛，啊对无？好啊，我即摆徛伫遮啦。你若是无甲我啃死哦，我互你死甲真歹看。这拖无钱袂要紧啦，来本营上行讨啦。对啦。来本营上行，全丢那讨。对啦，来这。哎，你哪呀？很给你们会请猪条嘎啦。喂！来，全本营头开始啊！海军，回头！啊，笑你啦！不看起啦！笑你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什么代志啦？本营大小姐，啊，恁人欠阮的钱呢？啊，你到底是要还啊我来讲哦，你若无要还啊，我就找恁老爸讨啦。跟阮岛上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欠钱就是爱还啊！你创啥？你要甲我卡无？你扣一个都袂用的，啊，要扣一个拄1箍啦。讲啥？你走开！嘿，安怎歹？你安尼起骹动手，敢袂看呀？欠一个人也无咧遮。叫你头家出来讲啦！对啦，出来啦！恁当作本营上行无大人个哦。话嘛毋是安尼讲啊！啊，恁囝婿欠阮的钱，啊，你到底是要还啊我？阮哪有靠甲吴成华未结婚？恁着甲消拢算对我遮来，安尼敢有理？若是我性地压起来，后摆大家是你要搁计较无？毋过岛上，我迄身份万苦问去本用啊，我。毋才下代表本用双方讲法迄无？歹势，大家听我讲啊，欠一个是我想法欠的啊，甲本用双方的总条价无相关啊。你一个人倒，阮正下对你倒，你敢知？行就对啦。我知影啦，大家听我讲，我一定想到办法啦。恁阁下一我时间，拜托的，请恁今仔先转去好无？拜托啦，拜托大家啊！各位，恁若爱我斗3工会用的，我甲吴成华讲，恁莫过来乱。啊，若无即个代志，恁家己处理，我无要插。这个是你讲的啊，你爱记的。囝，多谢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沙发，入来。也要考虑这个。平时啥地不卡，可以了。董哥，
兄弟啊，用神童，先加钱不惩罚。阿福，惩罚减几多钱？唔知冇？一下运生筒得几多钱？唔知冇？差唔多。几多？啱啲。甲唔去啲啊嘛嘅，土地一样系无嘅，唔系几隻乞丐兩個等於阿婆嘅冇？唔過，你相信神法哦？聽說做在高壓館啊！半年前，老人講神法將業未放，唔信冇？咁憑乜嘅講佢聽說做在高壓館？拿運生筒去加錢本佢，萬一佢無揣了辦呢？甲運生筒兩個啥？多少？我講，阿婆還財嘅事情，係兩個講嘅，你係兩個答應阿婆嘅。運生筒乃是領導唔接聽，第二運生筒，你憑乜嘅？是你啊！阿福，阿福，是你。快些啊，條家，兄弟唔錯，睇球怎麼樣你？唔係真嘅地氣，係你講好談話，做乜嘅唔夾咗夾嘅，係唔本事情見老見大。多少？唔好過傾啦，我老神法強下鬼，請老幾天數好冇？拜託啦，拜託，拜託啦，多少？吳神法，阿妹兒，你已經老本用權力下去咧，你生來愛娘喏，嚇？快些，俺要調試，我肯定不能爽好。俺會同大家講，俺同不能爽好一系列關係都冇，所以請唔能答應，俺同鬧過上。對付。係同鬧過上，退款。退款？退款？神法，你講乜嘅啊？神法？唔係，我連老豆上加錢，嚇？你講乜嘅啊？快些鬧過上。就算唔同阿父相信，佢會成功嘅，這個咩唔啲幾密嘅時間，也冇除條痛嘅。係我冇講，佢兩個真做得痛啊！係卡本唔係你思念呢？你講乜嘅神法？快些鬧過上，誒仲唔得開？係我本唔開，你做乜啲人嚟講啊？快些！神法，どうして？神法，どうして？老婆，你不做個神法？神法，我退款係認真嘅。工作的。長年同偏見談唔愛，吳哲發，那冇想到你係安陽嘅人呢，總要為你做嚟暗道，你竟然連亞洲法就講得出嘴哦！你係偏見咩？也請你娘安順，娘嘅天，
唔好事情咪多乱吵吵，也报仇雪恨，庶民唔得，唔非到叫乞家，乜嘅事情都做得无完，推本两杂事，讲得出嘴就说不准，唔知无？也就是你爱嘅偏见。你堂后，对以后开始，不准你念不如一步。你唔师兄，都压条给红做死你了。出去！好了，怎么累呀？哎呀，带你上来走啊！出呀！去呀！出呀！呀！你下朝老太家讲，不由爽红，人是法，对今日开始，无任何关系。累呀！有一台杯嘞。三弟，就是个三弟。老婆，人到啊！他咯，送本报答命救命之恩，反得为么？因为赖宗英，拜托我答应我，昨日头脑不上，真是搞不懂。你还听说本人唔是有失踪？ご紹介君、大変よくできました。也係我理想，做出優秀、有學識、做出本人感動嘅條友。無論愛吃幾多擺，無論失敗幾多擺，我絕對唔會放棄。也論我種人，神法種人。調假，也是你做到韓太韓成功啊！調假娘，調假。生发，啉茶啦。蛮晓呀，啊你毋是甲生活共党的，后仔你搞阮一个才创啥？想唔到伊是共党的，欠我遐侪处所，我嘛是这处的。啊。请啉茶啦。生活，啊你即摆摕这个钱是要用啥？啊当然嘛是先害我，这钱害我都有存的啊！啥啊先害？若要害啊用我这大卡的啦！听你咧放屁咧！你在咧放屁！你要啥？大家先调好好无？对了对了，大家拢卖吵啊，坐倒转来，看安怎讲啦，吼，行行，拜托坐好啦。
歹势啦，我即马还无法度甲欠恁的钱全部还予恁。即马桌顶在恁看到的钱，是我全部的财产，会使赚的、会使卖的、会使去赚的钱，拢已经遮。我想要甲大家参详，会使互我用同款的拍数还予大家无？安尼谈起来哦，还算公平啦，只有拍输。大个，算我一分啦，啊！用拍数行，但是要行到当时啦。对啊，啊是到底几拍？啊，阮拢摕偌济钱啊？啊，你希望从后部走咯？即马，不管是啥物头路，我拢会去趁钱来还予大家。呛太甲，本来2年的时间，2年就好，我一定做会到。2年，你下早老夫就要找谁啊？我无就带人久啦。提出来啊！提出来啊！咱大家讲，若去本娘相人，找头家提钱，对啊，对啊，来，莫安尼啦，拜托一个啦，身体安怎讲啦？拜托啦。啊，就要讲啥啦？啊，你讲啥条无啦？大家请总条搞咩无好？亚行来同闹过上，做了对分的，俺亚行同总无一丝的关系拢无。啊，你存钱慢慢还，这个都是关系哦。我绝对无可能欠钱无还嘛，我袂走去啊。好啊，你讲你有诚意。要摕一半出来还嘛，对无？真正无所在，我撞钱，请你相信我好无？生华，啊，你毋是有厝？钱若买出来，已经无啊。啊，安尼我保囝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当阮是做事人啦，赚的拢是辛苦钱，你知无？知啦，歹势。大家听我讲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拜托恁，我有时间会当转去屏东，看有法度甲阮兜唯一的一块柑仔园卖掉无？就算我卖掉，我可能嘛敢若有法度还恁一半尔。还一半？你这是讲，你这是你讲咩嘛？你讲是你在叫。安尼啦，我跟你卖走了。哎呦，你安尼掠伊哦，嘛无效嘛。你互伊淡薄仔时间，我相信伊哦，一定会还钱啦。听我讲啦，亚还有这种情形吼，过严应该唔会难买啦，啊。万少爷，啊你讲到甲生活毋是共党的，无啊？你即个想我甲斗相共？啊无，你有较好的办法无？啊。对啦，拜托大家吼，互我转去一逝。我土地若卖掉，我就随转来。挨保证挨要啥人喘钱，分期还予恁大家啊，好无？拜托大家相信阮啊！你讲相信啦，我爱相信。唔紧别人提来，阮就信啦。叫人来担保啦。叫人来担保啦。各位啊，我尹姓堂会使做担保人。阿福，总条敢要答应啦？唔会啦，哪有要用生桶加钱分？那做保证天头会转来啊。但你尹姓堂啊，迄间店嘛是才细间尔咧，卖无偌济钱啦，遐无够本啦，加上万期啦，万期这间厝啦。对啊唔对啊？伊是我是我呢，要老板机有乜嘅关系啊？万少爷，场地嘛是你借伊啊，酒鬼嘛是你替生的啦，进前要甲生活讨钱，你嘛足维护伊的。我惊吼，伊遮甲伊啥物道理啦？对，生活正远的代志，万惊麻烦。对啦，麻烦啦。对啦，我答应啦。啊，你是咧起笑着？咱老外有乜嘅批乱关系啊？我留落来，做邻居。
我留落来，我留落来做邻居，我保证，伊一定会兴志。做邻居，咱是要做啥邻居啦？除的是这个，是要亲生后生啦。哎，你是要白讲啥？哈？偷小偷到安尼啦，还有人个无？哎，啊你唔是讲你不爱管，当官就会脱小，你是咧管啥啦？好，要件事吼，来插天的啦。我忘记哦，我来做保啦，安尼使袂？话是你讲的哦，我信用你啦，叫写照条啦，对啊，写照条啦，写照条。啊，即马甲万记吼要做保啊，安尼咱就坐落啊慢慢啊讲啦，坐啦坐啦。好啦，慢慢安尼啊啦。多谢大家啊，多谢。阿福，下顶仔先分钱给大家，我再来写照条。よし、王头家。伊强啊！记吧，你问小哥一样。安尼啦，唔从遐转来啊，怎来唱啊？来做欠面天数。金属口妙意，万物皆可云。哦，遐种卖空的神秘哦，蛮介意啦。啊，卖空哦，无咁简单呢。安尼假使哦，要变人好，数脚变人假，东西变人占啦。故说卖空，啊苦头啦，还无赚唔到钱啊。多谢。啊，吴老家啊，你想要写首句无？快些啊，来来。多谢啊，多谢。出来啦！哪有空？你空姐监督按多年嘞！出来啦！你再不出来哦，开场就发给了哦。我赶快啦！你看政治地位好无啊？都老辈本人欺负嘞，做副卡就老副卡人救起哦，还糟蹋自家的身体，安尼都冇用呢。你赶快出来哦！叫唔出来啊！你还丢上来做乜呢？叫唔识。叫唔识，唔做按辛苦做乜嘅？好啊，我唔讲咩。哪个出来啉汤诶？甜甜饮好啉呢，唔是东西都上会干苦呢，唔出来好冇？生发走诶，唔知还会转来无？但汉摆都看唔到佢咧。佢哦，千号唔好转来啦，我本也看到啦，看佢一摆哦，我修理佢一摆。我无爱看唔到佢啦。先妹，挨来讲啦。哪个？迄个吴生发係要担当经人，佢聽咗會轉來，佢咩會企起來，唔好個傷心咧。你很去转来做嘛呢？佢夜摆按嚟做，听说会有天2摆、天3摆。哪有可啊？你懵懵嘞啦！我爱去手机，你不点嘞啊？佢转屏东嘞。哎，不管，我爱去手机。等一下，你要去请机啊？你还在空碟监督，唔是出来较好。你去啦，卡上。你去拿手条来。行去去啊！唔用啥？唉。
你也总会洗碗哦。看伊若按摩鸡蛋呢。错啊！哪啥？阿爸，几来啊？阿爸，你讲我买天，竟然能我娘过日来了。你就开始，但欠人改多钱，真係無法度，無路好行。卡啥？也开天，本来就喺條問阿爸嘅，而家愛買，就不會買啦。天買唔得，卡啥？你做唔得答應，你答應，咪同你說嘛嘅，做馬犧牲嘅仲輕啊！你從南強，咱都冇計較。不過，買提啊件事情，我唔同意。隊長，不好意思，拜拜啦。阿爸，你硬你花一段時間同心血，仲要快啲嘛？家嫂，唔係一直同硬你講，要快啲去做事，也做唔得，計做唔得。不過，也阿爸記法嘛該路做得，硬你按用心仲要快啲，係咪同佢哋買係？隊長，我俾。阿爸，你講過，你遇到乜嘅困難，隨時做得鬼來。你講嘅係，最冇也快啲，做得本大家有翻身。你係鬼嚟買鐵嘅，喺呢樣嘅世界，冇比講天更加好嘅事情。也係將人哋為嘢期望買斷嘅。你買唔得，做唔得買。阿伯，等下你冇字體啊，以後做頭油，有樣啊冇樣。做跳油有乜嘅難？我用七條去做一做。俺們迄老弟講過了，不准你出現都不用，喊了做咩呢？我唔信，佢真嘅冇愛我。我以前總用這，佢種神力哦，我種土松人咁做來。你條跳嘅吼，一批啊，就比後來嘅差偏啊。這係你一生年嘅事情，我會想清楚哦。一缕雲，慢慢慢慢隨風飛，一條路，點點點點等你飛。你到來，本愛偏到面，也不讓見來見去，變成了一條線。眼淚的眼淚。